是有即个囡仔讲，伊足惊伊个味要安怎？因为阮的羊有特殊处理过啊，阮即只羊啊算讲有腌过啊，腌过啊。伊就是少年，伊腌过了吼，伊就是还无迄个香味。浩子哥，你嘛是有腌过？听起来足疼的。腌过迄是规个拢规副规条，规做地去。我搁伫咧，结扎啦，严格啊，无讲，还搁有咧用咧。哦，安尼我知。对。所以有腌过啦。哦对。较无味，啊无味对。伊的荷尔蒙啊，袂影响到肉质啦。哦。因为即只羊啊吼，算讲犯了全天下男性拢会犯的错。伊腌了，伊就要定定嘛，伊就袂拍切啊，伊袂拍切了，伊就袂烧毒，烧毒了吼，伊受伤，肉就变酸啊，就是讲的安尼氧化变酸，都受伤都熟，都受伤熟，米肉就变粗，变无好食，变老啊，伊就是顾伊的个性哦定着啊，腌了你算讲就是啊无迄个查甫味啊，无迄个查甫臭男生，对啦。